每天早上，在台北捷运站、社区楼梯、坚传统、市场的斜坡上，都有长辈因为突然失去平衡而跌倒，这不是偶然，也不只是运气不好。台湾老人协会统计显示，65岁以上长辈只要跌倒一次，往后5年内失能的风险就会增加40%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在真正跌倒之前，身体其实早就发出警告讯号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拿手机的时候，手指会麻麻的，站久一点，脚就开始发软，或者走路时总觉得像踩在海绵上，软软的没有踏实感。这些看似小小的不适，其实都在告诉你，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退化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最简单、最省钱的方法，来保护你未来10年的行动能力。很多人以为手麻脚软是老了就这样，其实大部分情况都不是单纯的老化，真正的原因是包覆神经的那层保护膜叫做髓鞘层，它正在一点一点变薄剥落，就像电线外面的塑胶皮破损了，电流传导就会变慢变弱，甚至短路。你的神经讯号也是一样，当髓鞘层受损，大脑下达的指令就传不到手指、脚掌，于是你就会感觉麻、软、无力。市面上有很多胶原蛋白粉、胶原蛋白锭，号称可以修复身体组织，但实际上这些补充品大多无法真正进入神经组织，也无法启动神经修复的讯号。为什么？因为胶原蛋白要发挥作用，必须配合特定的植物活性成分，才能刺激身体自己生产、自己修补。只有来自蔬菜的天然胶原促进因子，才能真正启动神经的再生机制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跟你分享8种在台湾非常容易买到的蔬菜，它们能够帮助你修复手麻、改善脚软，甚至逆转部分神经退化的症状。我会从第8名开始倒数，一路讲到第1名，特别是排名第1的那种菜。很多人都觉得它很便宜、很普通，但它修复神经的能力，其实是所有蔬菜里面最强的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要理解为什么这些蔬菜能修复神经，你要先知道神经是怎么运作的。想象一下，神经就像一条电线，外面包着一层塑胶皮，那层塑胶皮就是我刚才说的髓鞘层。当髓鞘层变薄或破损，神经讯号的传递速度就会变慢，于是你的手指会麻、脚会软，反应会变迟钝。胶原蛋白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就像是一种生物胶水，它能把神经细胞粘合在一起，让神经结构保持完整。但光靠吃胶原蛋白补充品是不够的，因为身体需要启动讯号，才会开始制造新的胶原蛋白，修补受损的神经。而某些蔬菜里面含有的植物化合物，就是这个启动讯号的来源。这些化合物可以做3件事：第一，刺激身体自己生产胶原蛋白；第二，减少神经周围的发炎反应；第三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让更多氧气和营养送到神经末梢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8种蔬菜，
每一种都有不同的修复机制，有些专门保护髓鞘层，有些专门消炎，有些则是促进血液流动。你不需要每一种都吃，但如果能搭配使用，效果会更全面。我们从第8名开始讲白花椰菜，或者你在全联、家乐福看到的紫色花椰菜，为什么手会麻？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髓鞘层开始剥落，神经讯号传不出去。花椰菜里面有一种叫做银朵三甲醇的成分，还有胆碱和多种维生素 B 群。这些物质能够帮助神经组织再生，让髓鞘层慢慢修补回来。加拿大和台湾都有研究显示，长期吃十字花科蔬菜的人，周边神经病变的发生率比较低。虽然研究没有直接证明花椰菜能治疗手麻，但它对神经保护的效果是有科学根据的。那要怎么煮才能保留最多营养？台湾人最常见的做法是水煮或清炒，但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蒸，把花椰菜切成小朵，放进电锅蒸4到5分钟就好，不要蒸太久，否则维生素会流失。如果你喜欢炒的，可以用椰子油或橄榄油快炒，火候要大，时间要短。炒到花椰菜稍微变软，但还保持脆度就可以起锅，千万不要高温烘烤或油炸，因为那样会破坏里面的活性成分。特别推荐你去全联或顶好超市买紫色花椰菜，它比白色的多了一种叫花青素的抗氧化物，对神经保护的效果更好。建议每天吃1到1.5碗。大概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量，你可以当配菜，也可以打成浓汤，只要记得不要煮太久就好。第7名是地瓜，台湾的地瓜品质非常好，不管是红肉、黄肉还是紫肉，营养价值都很高。地瓜里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叫做 sporamin，它能够帮助神经纤维重新生长。另外，地瓜富含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， 而维生素 A 对于调节神经讯号的传递非常重要。很多长辈觉得脚软、走路没力，其实就是因为下肢的神经讯号传导不良。地瓜可以改善这个问题，但前提是你要用对方法吃。最推荐的做法是整条地瓜连皮一起烤，烤箱预热到摄氏180度，放进去烤40到45分钟，烤到用筷子可以轻松插进去就好了，千万不要水煮太久，因为维生素 B 群会溶解在水里流失掉。如果你没有烤箱，可以用电锅蒸，但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。吃的时候建议搭配1点芝麻油或橄榄油，因为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的，配着油脂一起吃，身体才能吸收。每天吃1条中等大小的地瓜就够了，不用吃太多，因为地瓜的淀粉含量也不低，吃太多血糖会上升。第6名是朝鲜蓟，也叫洋蓟，这个种菜在台湾比较少见，但现在一些进口超市和有机店都买得到。朝鲜蓟里面含有一种叫洋蓟素的成分，它能够减少神经周围的发炎反应，同时促进血液流向手指、脚掌这些末梢部位。很多人手麻不只是神经问题，也跟血液循环不好有关。当血液送不到神经末梢，神经细胞缺氧、缺营养，自然就会出现麻木感。洋蓟素可以扩张微血管，让血流更顺畅，
神经自然就能慢慢恢复。阳剂的处理方式比较特别，你要先把外面的硬叶子剥掉一些，然后把整颗朝鲜蓟倒煮放进蒸锅里，也就是花心朝下，底部朝上，蒸25到30分钟。蒸好之后，你可以把叶子一片一片剥下来，沾一点橄榄油和柠檬汁吃。蒸朝鲜蓟的水不要倒掉，里面溶出很多营养素，可以加点盐煮成汤喝。在台湾买朝鲜蓟的时候，要挑叶子紧密、颜色深绿、没有变黑的。如果叶子已经打开或变黄，就代表不新鲜了。建议每2天吃1颗大的，或者每天吃半颗也可以。第5名是甜菜根。甜菜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含有大量的硝酸盐。你可能听过硝酸盐不好，但其实天然蔬菜里的硝酸盐进入身体后，会转化成一氧化氮，而一氧化氮可以扩张血管，让更多氧气和养分送到神经组织。除了硝酸盐，甜菜根还有一种红色的色素叫甜菜红素，它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能够减少神经发炎，保护神经细胞不被自由基破坏。这对长期手麻脚软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慢性发炎会让神经退化的速度加快。甜菜根的料理方式很简单，你可以整颗连皮放进烤箱，用摄氏180度烤40到50分钟。烤好之后，皮会很容易剥掉，也可以切片做成凉拌沙拉，加一点苹果醋和橄榄油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开胃。这种吃法在台湾的有机餐厅很常见，建议你红色和黄色的甜菜根轮流吃，因为它们的抗氧化物种类稍微不一样，每天吃半颗到1颗就够了，不用吃太多。有些人尿液会变红，那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，那是甜菜红素代谢出来的颜色。第4名是秋葵。秋葵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粘液，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口感，但其实那层黏黏的东西就是宝，那叫做粘液素，是一种多糖体。它可以在神经根部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减少神经受到压迫或摩擦时的伤害。如果你常常觉得手指像被针刺，或者脚底有刺痛感，那很可能是末梢神经受到刺激，秋葵的粘液素能够缓和这种刺激，让神经慢慢修复。很多台湾人不敢吃秋葵，就是因为那个粘液，但其实只要料理方式对，就可以减少粘液的口感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大火快炒，整个过程不要超过2分钟。秋葵表面会稍微焦香，粘液就不会那么明显，或者你可以用少量油前煎，让秋葵表面微微上色，吃起来会有脆脆的感觉。另外，秋葵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。如果你有糖尿病前期或血糖偏高，可以见试看秋葵水。晚上把3到4根秋葵切掉头尾，泡在1杯常温水里，隔天早上空腹喝掉。这在台湾民间很流行，对稳定血糖、保护神经都有好处。建议每天吃6到8根小秋葵，或者3到4根大的。第3名是芦笋。芦笋里面含有一种叫谷胱甘肽的抗氧化物，它被称为神经细胞的保镖，因为它能够中和自由基，防止神经细胞受到氧化伤害。当神经细胞不再被攻击，它就有时间和资源去修复自己。
此外，芦笋还含有一种氨基酸，叫天门冬酰胺，它可以改善神经讯号的清晰度，让大脑和四肢之间的沟通更顺畅。简单说，就是让你的手脚反应变快、变灵活。芦笋的料理方式要注意，不能煮太久，否则谷胱甘肽会被破坏。最理想的做法是水滚之后放进去，煮3分钟就捞起来，或者用平底锅烧油煎5分钟也可以。台湾很流行的做法是姜蒜炒芦笋，姜片和蒜片爆香后放入芦笋快炒，加一点盐和米酒提味，简单又好吃。挑芦笋的时候要选笋尖紧密、笋身挺直、颜色翠绿的。如果笋尖已经开花或变黑，代表不新鲜了。绿芦笋和白芦笋都可以，但绿色的谷胱甘肽含量比较高，建议每天吃6到8根，可以当早餐配菜，也可以当晚餐的青菜。第2名是胡萝卜，胡萝卜大家都很熟悉，但很少人知道它对神经修复有多重要。胡萝卜里有一种叫 Ficarinol 的化合物，它能够保护神经细胞不受慢性发炎的侵害。慢性发炎是很多神经退化疾病的根源，包括手麻脚软，甚至失智症，都跟长期发炎有关。除了 Ficarinol， 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关键，它会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 A， 而维生素 A 能够帮助修复神经细胞膜，让神经讯号传递得更稳定。但重点来了，你要用对方法吃，才能吸收到这些营养。最推荐的方式是蒸，而不是炒或煮。把胡萝卜切块，放进电锅蒸4分钟，这样可以保留超过90%的活性成分。如果你用水煮，营养会流失在水里；如果你用高温炒 ，Ficarinol 会被破坏。另外一个重点，不要削皮。胡萝卜皮里有一种叫 polyacetylene 的物质，对神经保护很有帮助。削掉就浪费了，只要用刷子把表面洗干净就好。台湾现在有橙色、黄色、紫色的胡萝卜，建议轮流吃，因为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种类的抗氧化物，每天吃1到2根中型胡萝卜就够了。现在要揭晓第1名了，就是紫高丽菜。你可能觉得很意外，因为紫高丽菜在台湾随便一个菜市场都买得到，价格也不贵，但它修复神经的能力其实是所有蔬菜里最强的。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病人故事。林淑清女士，今年71岁，住在台北市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最大的困扰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手都会麻，尤其是前3根手指，麻到没办法握紧捷运的扶手，爬楼梯也常常小腿酸痛。他以为自己是中风前兆，非常紧张。我帮他做了检查，发现是周边神经退化，不是中风。我建议他除了吃药之外，每天晚餐加1碗紫高丽菜沙拉，2个星期之后，他回诊跟我说，手指的麻感明显减轻了，至少前面3根手指不会整个麻掉，而是只有指尖偶尔刺刺的。这个改善速度连我都有点惊讶。为什么紫高丽菜这么有效？因为它含有36种不同的花青素。这些花青素可以深入神经组织，帮助修复髓鞘层。
同时，减少洲边神经的发炎反应，紫高丽菜的花青素浓度比蓝莓还高，但价格只有蓝莓的1/10，所以我说它是穷人的神经药。紫高丽菜最好的吃法是生吃，你可以做台式凉拌沙拉，紫高丽菜切丝，加1点苹果醋、1小时盐、1点橄榄油，拌一拌，放冰箱10分钟，就可以吃了。酸酸脆脆的，很开胃。如果你不喜欢生吃，也可以炒，但一定要小火快炒，不要超过8分钟，否则花青素会流失。建议每天吃1到1.5碗，可以当配菜，也可以加在三明治里。林淑清女士就是每天晚餐固定吃1碗，持续3个月之后，手麻的问题几乎完全消失了。好，我们把这8种蔬菜快速复习一次。第8名花椰菜，保护髓鞘层；第7名地瓜，促进神经纤维再生；第6名朝鲜蓟，改善末梢血液循环；第5名甜菜根，提供氧气给神经；第4名秋葵，保护神经根部；第3名芦笋，中和自由基；第2名胡萝卜，减少慢性发炎；第1名紫高丽菜，全面修复神经。我要强调一件事，神经修复是慢的，但是确定有效的，不要期待吃1个礼拜就完全好。但如果你持续吃30天，你一定会感觉到改善。我给你一个30天的实践建议：第一，每3天加1种新的蔬菜进你的饮食，不要一次全部加，让身体慢慢适应。第二，减少油炸和高温烹调，多用蒸、水煮、快炒，这样才能保留最多营养。第三，每天至少喝6杯水，因为神经讯号的传导需要足够的水分。如果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也有手麻脚软的问题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症状有疑问，或者想知道更多细节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记得，神经退化不是老化的宿命，而是可以逆转的。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改变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修复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